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巨鯨交易。今日係2026年1月19號星期一晏晝4點鐘嘅時間，同大家更新翻呢白銀同埋黃金嘅走勢。開始之前呢，留意啦，以下分析內容呢純粹波浪理論技術分析嘅啫，並唔涉及任何投資建議。好，睇翻成個宏觀嘅圖先啊，講緊係2025年10月尾呢個底，華語喺嗰個中級別嘅四浪入邊咧出埋5個浪噶啦，1、2、3、4、5啦。咁啊，4去5浪入邊嘅4去5浪啦。咁你見到呢度咧，再打多個息 set 嘅，係啦。咁啊，如果有 follow 開嘅朋友咧，已經十分之了解波浪理論係點樣行噶啦。打個息 set A、B、C 浪入邊5個浪。咁啊，上個星期咧就好似因為某啲事件咧就突發咗一個急跌啊。咁嗱，唔好意思啦，我喺呢度咧都做咗個 stop loss 嘅，係啦，因為我之前有講過。咁啊，成組浪 A、B、C 浪入邊咧，佢呢個4、5浪咧會接近尾聲嘅尾聲。咁我唔排除咧，其實佢隨時已經可以完結㗎啦。咁你見到佢今日咧裂口跳空高開啦，咁啊懷疑呢個4浪咧係喺上次呢個底嗰度出咗，係啦，咁啊打翻上嚟做翻個5浪嘅5咧上咗去啦。咁啊呢5浪5咧個目標咧就係佢指明咧嗱，理論上啊應該要上到4708蚊呢個位置嘅。係啦，咁啊完成晒成組浪型嘅最終極嘅結構。咁啊成組浪咧，如果你用呢個細嘅 time frame 咧，就指到係4708啦。咁如果你再縮一個比較宏觀少少嘅 time frame 咧，嗱呢個有教過嘅，我係啦，就攞翻中級別嘅3浪底拉落4浪。咁啊其實個 range 咧大致就相同啦。咁啊都係劍指471X 啦。係啦，咁你大概預呢個 range 咧，就有機會係呢一個浪嘅頂嚟㗎啦。我自己會係咁樣推算，係啦。咁啊呢度咧就唔適宜再部署任何嘅黃金。咁嚟緊咧，我認為黃金同埋白銀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調整啦。咁啊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咧係你見到今日同埋星期六日咧有少少市場上面嘅壞消息啊，都係講緊一啲關稅啊。同埋一啲債息飆升嗰個問題，咁啊有機會令到咧成個美股同埋白銀黃金都有機會有個調整啊，呢個大家要留意。好，睇一睇白銀嘅走勢。咁啊喺開始白銀走勢之前啦，同樣嘅動作啦。咁啊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加入我呢個波浪理論Vantage 炒金炒銀嘅教學群組咧，大家歡迎開戶連結。咁啊開戶完之後咧，記得加入 Discord 群嗰度 DM 我，咁我就會拉你入群嘅啦。好，咁啊睇翻白銀嘅走勢，成組浪咧同黃金嘅走勢一樣啦。咁啊上次咧就同大家講，喂，到底呢度咧，到底邊一個先係真正嘅4浪底？咁啊因為有啲圖咧就顯示咧呢一個70.38咧，呢一個咧先係個浪嘅最低點。咁啊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其實最主要係咧因為有啲唔同嘅交易券商啊。咁其實我隨意打開一幅圖咧，咁你就會見到啦。呢幅圖咧就唔同啦，係啦，你會見到咧其實個浪嘅最低點咧就係70.07嘅。係啦，咁呢度咧就見到係70.52，咁啊浪嘅最低點咧就指明係2026年1月1號呢個位置。咁如果我用翻第二個券商咧，我用翻 FXCM 呢個券商咧，咁你見到咧其實佢指到係指呢一個啦，即係前一個浪嘅最低點。好啦，咁呢個情況咧，我會點樣去到做咧？咁啊其實咧我通常就用最壞打算去做嘅。咩意思？即係話我唔 expect 佢呢度咧會打到個 double one two，咁啊直接最尾呢個升浪咧行推動浪就可以啦。咁其實我用呢一個圖咧就最清楚直接係啦，因為呢個浪嘅最低點係70.07啦，咁我直接攞呢度咧打佢呢個係4浪底就算啦。咁啊成組浪入邊咧有機會行埋嗰個ending 打緊浪或者係推動浪嘅。咁而家呢幅圖咧，我會判斷佢係行咗個推動浪啦。咁啊成組浪最壞打算咧就係1、2啦、3、4浪做咗個 flat 型調整或者打咗個三角形咧，呢度咧就有機會係呢個浪嘅最終點。咁啊你見到咧而家佢就係卡咗關啦，就係94.08。咁啊嗰個計算波浪嘅方法一樣啦，前一個3、4浪嘅波段咧去到推算嘅啫。咁你見到咧嗱浪同埋比率係真係有共鳴嘅。咁啊94.08咧棘住咗啦。咁所以咧我短線咧會 assume 呢度咧係個5浪5見咗頂，咁就唔會再喺呢度咧再做任何 long 嘅動作噶啦，反而有可能咧呢度咧又做開少少空彈都唔出奇。好啦，咁成個宏觀圖咧再同大家再講一次啦。
咁因為咧浪嘅頂咧，其實有陣時候真係好難估嘅。咁唔排除再 extension 係咪？extension 嘅意思係乜嘢？呢度五浪出咗1、2、3、4、5啦，打多落嚟做個二浪，再3、4、5。如果個市況強咧係會咁樣嘅。不過呢一個都係後話啦，因為我認為我自己會睇翻到時候標普同埋納指嘅走勢咧，再去判斷嘅。咁呢個咧，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加入我呢一個嘅 Discord 群啦。咁啊，專講美股同埋啲個股嘅技術分析。好啦，去到最尾咧，例牌動作啦，睇一睇咧會員朋友做咗啲乜嘢動作。咁啊，睇翻今日咧，大家都好醒目啊，自己分享咗自己做咗啲乜啦。咁啊，盈利唔錯啊，VIERI 啦，係啦，咁啊，隔咗一個星期咧就賺咗1000蚊美金，係啦，咁啊 Fred M 啦，咁啊都唔錯，賺咗400蚊美金，係啦，咁啊多謝牛總，唔使多謝，係咪？其實靠你哋自己操作嘅啫，因為其實好老實，我唔係帶單群，我係純粹技術分析嘅啫，咁啊賺咗500蚊美金，係啦，咁啊第一次咁勁，恭喜晒，係啦，咁啊希望大家持續啦，其實係講圖表分析咧，其實都真係好考自己嗰個 discipline。好考自己個紀律，係啦，邊啲位置唔應該高追，邊一啲位置唔應該沽空佢咧，係啦，咁啊其實睇圖嚟講大方向咧，對自己嘅操作嚟十分有幫助嘅，咁啊都係講過一次啦。咁我自己嘅專門分析係用波浪理論嘅。點解有陣時候你會見到大概接近70%嘅目標準程度咧？咁其實都係用波浪理論去到推算嘅啫。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想報讀，點樣計，點樣去分析佢個浪形，歡迎報讀。咁啊，另外再不厭其煩講多次啦。如果大家真係想加入我呢個炒金炒空群嘅咧，description 欄同埋留言板有連結開戶。好，今日嘅分析去到呢度。